住伫偏乡的居民一直以来，若需要补充物资的时阵，伫咧采买过程中拢会较麻烦，所以行动集会车的头家就想出透过将物品拢放伫咧车顶，透过较机动性的方式来提供予住伫较偏乡的居民有一个更方便的采买方式。我们这个是流动摊贩店，流动的南北货杂货店就是了啦。我这个地方大约都是1个礼拜来一次的，都提供这边的欧巴桑啦、妈妈啦、阿嬷啦，他们一些需要的日常杂货东西啦。因为我卖很久了，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星期五会来了，都会来给我买。也算是服务业了，我们算是服务业我们这个干妈店已经是夕阳事业了啦。我们这个就像在初期的乐谷，那个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头家透过安尼的方式，除了提供予当地居民有经济便利性以外，更进一步扭紧了甲居民之间的距离。除了会用予大家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以外，当地居民嘛万分感谢行动集会车的头家提供的服务，让当地里民有经济方便性。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